后来继续来看泰鲁阁北洋步道的停车场，走来3只高山啊，其中一只是走入去车内底，公母甲二厂厂，搁伫遐偷食物件，啊，另外2只伫外口咧顾。车底一只狗坐着搁正舒适，面纸衫咧就乌白个。毋若车内有狗，车顶原来2只咧看风景。这只狗卫生纸压无够，搁咧四界晓，竟然互伊晓着好料的。当然，这个高山啊无客气，马上偷开咧食。这个画面发生伫泰鲁阁附近的停车场。虽然高山啊看到真古水，不过若是乌白走入去人的车底，也是会互游客惊一条。注意点，会有警觉性的，车窗要关好啊。在中山大学那边也是有遇到过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好奇，然后加上想要抢东西吃。天气哪来哪冷，就愈来愈侪狗会落山来找物件食。是希望游客们千万不要喂食猕猴那食物最好是藏好，甚至带下车。其实进前伫泰鲁阁国家公园附近，就捌发生过人甲狗的冲突，所以咱建议游客若是上山看到狗，也是要徛较远咧，才袂发生危险。